冷氣通冷氣機移機服務，即日到場，專人處理。搬屋、裝修、重新規劃空間時，冷氣機移機是許多家庭或商戶面對的實際需要。冷氣通提供冷氣機移機服務，由資深技師親自操作，即日安排上門，快速、安全、可靠地完成整個拆卸、運送及重新安裝流程。什麼情況需要冷氣移機？搬遷住宅或辦公室需要重新安裝冷氣，裝修重整間隔需調整冷氣位置，出售或轉讓原有冷氣機，更換牆身或窗框結構導致移位，冷氣機需從窗戶改為牆體安裝。冷氣通冷氣機移機服務內容包括專業拆機，避免損壞冷氣機及冷媒外，安全運送至新位置，重新安裝冷氣機並真空處理冷媒，位置評估，確保傾斜與排水角度正確，提供清洗、檢查與保養建議，即場測試，保證運行正常。我們亦提供冷氣清洗、冷氣維修、冷氣檢查、冷氣保養等服務，讓你一次搞掂所有冷氣相關需求。實用技巧：移機前要注意什麼？預約前提供舊位與新位的現場相片，有助準確評估。拆機前請清除冷氣機附近的雜物與裝飾物，確保新位置牆面或窗框能承重。移機後建議進行一次冷氣清洗，保持最佳效能。切勿自行拆機，避免冷媒漏及壓縮機受損。冷氣機移機服務流程圖：客戶查詢，即日安排上門拆卸冷氣機，運送至新位置，安裝與測試完成。常見問題 FAQ。冷氣移機會唔會損壞冷氣？ A. 冷氣通使用正確工具與程序，確保過程安全無損機件。Q. 拆機後冷氣是否即時可用？ A. 是的，我們會完成重新安裝及測試後才交付。Q. 冷氣機移機需要幾耐時間？ A. 一般需時1至3小時，視乎地點與結構。Q. 可否同時安排清洗或檢查？ A. 當然可以，我們可在移機後即場處理其他冷氣服務。Q. 是否支援即日服務？ A. 是的，冷氣通提供全港9新界即日上門服務。